看來看台南的，為一個民眾帶老爸去診所，結果煞看甲規巴肚火。這民眾呢是指控講自費5000塊的治療，才做一半爾，診所就要甲臨時閣甲加收錢，攏總是收6700塊。面對這項指控，這醫生是講，其實因的收費呢，攏是有經過患者的同意。也那衛生局也確定，這醫生的執照並無問題。台南有一個陳先生出面指控，講伊到暝帶因老爸去南區一間復健科診所看病，醫生起頭報價5000塊，哪會知影醫療過程做一半，佮臨時講加1500，加掛號費200塊，攏總6700。民眾是氣噗噗講，診所內底針頭影機烏白單，環境真歹過，甚至發現標頂掛醫生執照證書，敢若已經過期，這個醫療品質敢有問題？說不符合，因為他拿不出他的合格證明出來，我要等伊啊！我講請伊麻煩伊摕新的出來，伊摕袂出來。我要用看到伊中，我唔知過期，會當繼續使用未？因為伊的使用期限是到111年。110年。評論指控醫生8歲佇去年9月就參健保局解約，即陣改成自費的，加收費用是因為檢查了後發現患者腳趾骨甲腳趾片嘛有問題，增加治療部費，攏有經過家屬同意，佮有甲拍折500塊。執照的證據，衛生局證實醫生執照攏有符合，主要因為證實頂懸掛舊證，才予人產生誤會。那最先我跟他的報價是這樣子，就是說腰椎要做打一點麻藥啊，做特殊的針灸。那個背部也有問題，我說這個背部也要去治療啊，那個背部的治療就是2000，所以總共的會有3個部位，總共的費用是7200塊錢。經查系統上，該醫師的職業執照及專科證書期限是到116年10月。衛生局指出，雖然自費項目攏有開收據，不過收費項目敢無符合，目前也咧一條一條審。衛生局講，若有查到違規的事實，就依法開罰，保障患者看病權益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